好多謝 Jenny 嘅邀請啦，咁我哋睇咗啱啱嘅《耶穌行傳》啦，咁我自己睇嘅時候咧，其實我成個過程咧都一路喺度喊嘅，我都唔知點解我會喺度喊嘅。咁咧係可能即係用手語去全程手語嘅一個電影嘅拍攝啦。另外亦都係講緊耶穌嘅故事啦，所以可能呢兩個嘅 combination 啦，再加上咧，我覺得可能再加上我對聾人嘅社群嘅認識啊，聾人文化嘅認識，同埋佢哋平時生活上面會遇上嘅一啲嘅困難啦，再用呢個角度咧，而呢個聾人嘅導演喺即係以一個希望用荷里活電影嘅級數去拍呢一套咁大製作嘅《耶穌行傳》咧，即係所有嘢咧都好滾動啊！咁所以咧，我一路睇嘅時候咧，就我都唔係好明點解全程都喺度喊到隻眼都腫咗啦，應該。咁我覺得係某一啲嘅情感嘅連結咧，可能係一種即係喺呢一個電影裏邊。耶穌被鞭打啦，被釘上十字架啦，咁呢一啲嘅情緒咧，呢啲嘅即係畫面咧，其實都係好震撼嘅，同埋其實係亦都話到俾人聽咧，同語言係即係同我哋嘅口語係冇相關嘅，啲情感嘅嘢其實係一件好直接，可能就係因為咁，即係嗰個情感係嚟得更直接啦。係啦，咁我自己印象深刻嘅就係呢一個嘅電影係一個好創新，亦都係用一個聾人嘅角度，以聾人嘅導演去拍攝一個咁大製作嘅故事。本身呢件事咧已經係好沸騰啊，好熱血啊！我覺得係可以動用到咁多個即係美國嘅聾人去一齊去拍呢一套我相信全世界都會好有共鳴嘅一套電影咯，係啦。咁而當以聾人導演嘅想像，假如耶穌喺呢個世界嘅時候，佢係用手語去傳福音，用手語去同佢哋嘅徒弟去講故事，去行神蹟嘅時候係點樣呢？咁當然可能呢個真係聾人導演嘅想像嘅。咁但係佢想像出嚟嘅一個耶穌嘅形象啦，而呢個形象係依然俾你感受到佢充滿住愛咯。咁而佢釘上十字架嘅時候咧，佢隻手係流緊血，都仲係打緊我愛你嗰個手語咧，我就覺得哇，係啦，流淚。咁我好鼓勵咧大家去欣賞呢套電影啦。如果你係聾人啦，或者係中意手語啦，咁或者係即係最近我哋可能掀起嘅手語嘅熱潮啦。咁啊而家咧喺美國呢邊咧亦都引入咗呢一套嘅《耶穌行傳》，咁就好鼓勵去睇。而我好希望香港將來咧就會有聾人嘅導演去拍你哋嘅聾人故事。